2026年4月4日復活前夕守夜禮，主題去加里肋亞。今晚教會聆聽一個漫長嘅故事，7篇古老嘅讀經喺黑暗中回響，創造、應許、出谷、先知，7個步驟引領我哋走向基督。故事開始於天主嘅第一句說話：要有光。光打破咗黑暗，清晨嚟到，第一天開始，世界借着天主嘅聖言被創造，一切都係美好嘅。但係事情後來改變咗，人類離開咗智慧嘅泉源，我哋拋棄咗天主嘅誡命，世界被罪傷害，暴力蔓延，人嘅心漸漸變硬，於是人類離開咗家園，進入咗流亡。然後喺流亡之中，新嘅尋找開始咗。趁上主可尋找的時候，你們要尋找他。先知們宣告咗一種愛，比人失敗嘅更偉大，一種盟約係唔會被打破，一種希望，天主係唔會遺棄佢嘅子民。於是天主將佢嘅聖言送入咗世界，聖言成為咗血肉。但係呢個聖言將點樣去拯救世界？另一段古老嘅故事俾出咗暗示。一位父親走向咗一座山，亞巴郎，喺佢嘅身旁係佢嘅兒子依撒格。兒子背住祭獻嘅木柴，但係依撒格被保存咗生命，生命被歸還。呢一個就係復活嘅一個預兆。接住就係一個故事展開，一群人企喺海邊，佢哋身後係奴役，佢哋面前係海水，海水分開咗，一段道路出現咗，自由開始咗。今晚呢個故事成為咗我哋嘅故事。先知講：來吧，到水這邊來，借着洗禮，我哋走進咗水裏邊，我哋同基督同死同埋葬，亦都同佢一齊復活。新嘅生命開始咗，石心被拎走咗，肉心被刺下，天主嘅神住喺我哋裏面。然後黑夜嚟到，最關鍵嘅嗰一刻，幾位婦女走向咗墳墓，佢哋曾經睇見耶穌被埋葬。而家一位天使講：他不在這裏，他已經復活了。石頭無法將佢困住，墳墓無法留住佢，死亡失去咗力量，新嘅創造已經開始。最後仲有一句說話：去告訴我的弟兄們，叫他們到加里肋亞去，在那裏他們會見到我。點解係加里肋亞呢？因為一切都從嗰度開始。第一次召叫，第一次跟隨耶穌，第一次認識佢係邊個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加里肋亞，一個信仰嘅開始嘅地方。但係我哋每一個人亦都有自己嘅耶路撒冷，一個曾經失敗嘅地方，一個被恐懼或者軟弱擊敗嘅地方。然而復活嘅基督仍然稱我哋為弟兄姊妹。於是我哋相信婦女嘅消息，我哋返去加里肋亞，重新開始，帶住新嘅喜樂走向世界，宣告最偉大嘅消息：基督復活咗。阿利路亞。